大家若是讲到运动这两字啊，你会想到啥物呢？互咱的骹手会当较流利对无？尤其即马逐工要上班的时段嘛是真济呢，所以来安排一套这足好的运动，欢迎我们的阿贵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贵老师。老师啊，今日要教大家什么款的动作呢？今仔日咱有一首歌叫做《你爱运动你敢知》吼，头一个动作先看老师做哦吼，方块步吼，骹拍车啊。一、两、三、四，中的时阵拍前4个，啊，咱做一摆好不好？来5、6、7、8，一、两、三、四，拍前4个，好啊，第2个哦吼，嘛是赶快方块步哦，转来时阵拍滚4个，哦，拍滚4个，嘿，咱练一摆好不好？来准备方块步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。拍滚4个，安尼会用的吼，安尼有记起来无？记起来，确定哦，确定。好，来哦，后一个动作要来啊，后一个动作，关门开门哦，关门开门，迄关门的时阵，我有屈势，哦，脚甲踏一步，踏一步，开门掀砍出来，好，来关门踏一步，脚出去，安尼会用的无？做8摆，来试看卖哦，来哦，准备开始，一、两、三、4、5、6、7、8哦。简单吼，这水呢，这个屈势水呢。好，啊来，咱来7步咧，头顶7两个，头顶7两个。哦，这我上高的。啊，你会晓佚涂骹无？嘛是会晓。哦，来试看卖啊，真正厚呢，哦，头顶，啊下面，哦，你骹床可以摇呢，啊头顶。这稳步有教。下面，这动作较简单点点。好，后一个动作，互你较困难一丝丝啊。来，咱下过，啊来，头门热两个，啊来拍滚，两三，嘿，啊换边。下过，搁下过，啊来热头门，嘿，啊拍滚，好，安尼会用的吼，啊有一个哦指标性动作哦，来脚背，飞起来，嘿，脚会飞，啊脚会降落，啊脚会飞，脚啊降落，啊脚啊飞，脚啊降落，这我下机真有感觉呢。骹互你勇行哦，我动作拢教完啊啦。啊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啦。剩的吼，音乐来吼，你听我讲安怎做就用的啊。好，安尼既然如此，咱就归去啦，就按照着这个音乐 tempo 来跳一届，好不？啊，等下音乐落去的时阵哦，吼，咱就爱方块步啊，吼，啊，这个方块步吼，会较挑战吼，咱的稳定性吼，所以骹步一定要打好哦。是，来，老师 ，music。你爱运动，方块步，你爱运动，你敢知？你敢知？方块，拍滚膝盖来，送啦，大顶来，你爱运动，爱唱出来多嘞，你敢知？拍滚喊声来，嘿，哎，关门，开门，嘿，啊，够有哦，来个2摆，你上后的7步咧，托骹，7步咧，7托骹够有，个2摆，咱下只边过去，热头门拍滚，换边来。哎，来哟，拍滚，行路较摇摆，哎，你无够摇摆，好来，来准备脚背哦，来向正边起立，啊降落，哎，骹步踏好稳，肩胯提起来，伫咧头顶来，咱来换边，头顶降落，啊你是有徛稳无啦？有啦，但是好啦，你下面吼背三，哎1、2，啊你爱运动来。你爱运动，你敢知？你敢知？哦，你唱一个，啊，你喊4声啦。嘿，你爱运动，你敢知？朋友啊，知影无？再来哦。好来，开门要来啊！开门。哦，来，肩胯摕出来，这4摆。嘿，7步咧，哎，7托骹，够呢，再来哟。这2个，好，下边下滚，按热头门，下滚，换边，来热头门。disco 无共款哦，头顶来，头顶下面骹床有4个，1、2、3、4，换边。脚啊飞，大练，你会脚来啊？我脚来啊！你会脚来啊？对。哎呦，哎，搁一摆。真有 feel。嘿，伫咧头顶，咱换边，先头顶哦，起立，落来，哎，叫较好听的，哦，伫咧下面背3个，会酸袂？会酸呢。分散啊，摇滚，哦。咱换边来，小休者。哦，对，来，右小腿大腿来，咱弓箭步打好，朋友。
来，咱即摆换平。啊，来准备，你爱运动你敢知？哎，你爱运动你敢知？你敢知？搁一摆，拍拳4个，嘿嘿嘿嘿，先甲摕出来，嘿，你敢知？啊，拍拳，行路，互你喘一下。最后一摆啊！你爱运动，你敢知？你敢知？大人吹落，吹落！拍拳哦，嘿嘿嘿嘿！你爱运动，你敢知？你敢知？最后啊，哇，拍拳，嘿嘿，来 ending pose， 我知。哎呀，赞！太厉害啊！太厉害啊！哇！你厉害啊！哇，毋过吼，咱结拜若是跳舞跳完，遐讲运动若结束，一定爱安怎？哦，啉一个水一个。来，干杯！